从林天讲，因为每轮海河坝水经年起来，按照紧急查出的法令市附近新村的机密，你是得利用水变射时间，夹到全部下起病，还忙处理好的驾驶。香港水还忙大言幅度，我机密很来讲活平对过。呀哦，太烦恼哦。做要做红天了个风台呢，真赶路，烦恼啊。到底位置过山因为含水量太多爆发，出现当多的蓄水冲。年代看起天青的水源体，河坝水地图当奶沙，就变做像黄河强作，要土在本小林乡的水源村靠里出村。那因为花莲海水位年起来，你还要基本河坝桥连接建界起，苏花公路的运火团还有北回铁路冲得到运火路团，都因为变铁水中团。你那么时间因为水铁太累，措施长期的过程受到阻挡，最交易嘅小动作这样做的畅通。下个新闻中国县花莲报道。